各位電氣同業嘅朋友，大家好。由機電工程署轉辦、港九電氣工程電業器材職工會同埋香港電氣工程商會協辦嘅電力規例研討會，而家就正式開始啦！歡迎各位出席。副處長、樂會長、各位嘉賓、業界嘅各位朋友，大家好啊！歡迎大家參與一年一度嘅業界盛事，亦都感謝機電工程署、香港電氣工程商會同埋工會嘅工作人員嘅努力，令到今晚電力安全、珍惜能源嘅研討會得以順利舉行。今年天文台錄得本港有紀錄以嚟最炎熱嘅8月、9月，連續嘅酷熱天氣令到大家十分之難受。全球暖化帶嚟嘅極端天氣或者會持續影響，再次警示大家要珍惜同埋節約能源。喺建造業界同埋電氣業界各持份者嘅努力同埋重視之下，喺2013年有22宗奪命嘅工業意外，當中係冇一單因為觸電而導致死亡嘅個案。但喺2014年頭8個月，喺建造業界發生咗16單嘅致命嘅意外，其中有3宗係牽涉到註冊電業工程人員嘅，令到人真係好傷感。接二連三嘅意外，再次警醒我哋電氣業界電力裝置嘅安全同埋職業安全都係非常之重要嘅，時刻都唔可以鬆懈。最後，感謝呢一次研討會嘅各位嘉賓同埋講者，喺呢度再一次多謝在座嘅各位喺度參與，多謝晒。尊敬嘅機電工程署薛副處長、港口電氣工程電業器材職工會張理事長、香港電氣工程商會阿樂會長、各位同業先進、各位朋友，大家好！我好榮幸呢，今日我能夠代表我哋香港電氣工程商會呢，歡迎各位呢參與今日嘅電力規例研討會。我哋嘅行業咧係離唔開香港繁榮穩定同埋建造業嘅興旺，有賴我哋香港政府咧近呢幾年來大力發展香港嘅基建同埋住宅項目。我相信咧未來係我哋行業嘅黃金機會，亦同時咧帶嚟我哋前所未有嘅挑戰。我哋家庭嘅幸福離唔開我哋嘅健康，我哋嘅行為既可以保障我哋嘅身體免受傷害，亦可以保障我哋下一代持續喺香港發展同埋生活。生命係冇 take two 嘅。我哋身為行業嘅持份者同埋特區政府嘅同事，對工業安全呢係非常嘅重視同埋關注嘅。所以每當有不幸事故發生呢，政府向各機構發出安全警示，要求業界做好電力安全嘅工作。最重要嘅目標係希望透過我哋嘅自身同埋各位行業前輩嘅行為咧，做好安全措施，以免有意外嘅發生。另外，我哋日常咧，如果能融入多啲善用能源嘅行為咧，亦可以為我哋同埋我哋香港下一代咧節能減排。呢個亦即是我哋今日嘅主題：電力安全，珍惜能源。希望大家透過今日嘅研討會，啟發新思維，為你哋嘅事業創高峰。祝你哋大家家庭幸福及美滿。多謝各位。張理事長、于主席、樂會長、各位電業界嘅朋友，大家好。今日呢，非常之高興呢出席一年一度嘅電力規例研討會。我首先係衷心感謝港九電氣工程電業器材職工會以及香港電氣工程商會多年嚟對於呢個研討會嘅積極參與同支持。每年嘅研討會提供咗一個平台，等我哋電業界嘅朋友聚首一堂，就電力安全以至電業界發展所面對嘅挑戰同埋機遇呢，共同進行探討同埋交流嘅。當愛迪生呢喺1878年發明咗鎢絲燈不久之後呢，我哋電業界已經意識到呢安全使用電力嘅重要性㗎啦。所以呢，喺12年之後，亦即係1890年，我哋已經有保險絲，即係 fuse
作為個保護器件嘅，用嚟保障用電安全。其後咧，各式各樣嘅保護器件咧，亦都相繼發明啦。目的其實好簡單，只有一個，就係確保電力安全。現今嘅保護器件喺設計方面咧，已經可以俾我哋工程人員咧，好方便咁將電路咧開關同埋隔離。但係好可惜嘅係，我哋咧不時都會係發生因為冇妥善隔離上游電路而導致傷亡嘅電力意外嘅。2012年喺建築工地咧發生咗好多宗嘅嚴重電力嘅意外，導致咗6名嘅工友死亡，非常之令人痛心。所以咧，機電工程署向所有嘅註冊電業承辦商、註冊嘅電業工程人員、相關嘅工會同埋商會發信呼籲，並且咧舉辦講座、研討會等等，提高業界對電力工作安全嘅警覺性。透過大家共同努力，情況係得到明顯嘅改善。正如頭先張理事長所講，喺2013年，香港建築工地咧係再冇工友因為觸電咧而死亡嘅個案。但係咧喺2014年，直到依家，經已有4名嘅工友咧喺建築工地懷疑係因為觸電咧而不幸咁喪失咗佢寶貴嘅生命。所以對於電力安全要達到零意外咧，我哋絕對唔能夠鬆懈，需要時刻保持高度嘅警覺。喺進行任何電力工作嘅時候咧，嚴格遵守電力線路規例、安全守則嘅要求，妥善隔離有關嘅電路，並且咧檢查確定電路唔帶電之後咧，先至進行電力工作嘅。香港係一個亞洲嘅國際都會，人口超過700萬。喺香港呢個大約只有1100平方公里嘅土地上邊咧，香港嘅建築物自然咧係要不斷向高空發展嘅。香港現時擁有超過270棟高過150米，即係50層高嘅高樓大廈。喺全世界嚟講，都係擁有高樓大廈最多嘅地方㗎啦。嗱，試諗諗啊，如果呢啲高樓大廈嘅電力供應中斷，除非咧大家都係想備戰跑樓梯比賽，如果唔係咧，大家都唔應該會願意咧花幾十分鐘或者甚至幾個鐘咧係行樓梯返屋企嘅。最近咧，大家可能都有聽聞啦，有幾個屋苑咧係出現咗停電嘅事故，導致咧居民好大嘅唔方便。有賴我哋電業界嘅朋友嘅努力咧，最後呢啲屋苑嘅電力供應咧好快咧得以回復正常。由此可見咧，我哋電業界大家每日肩負住咧我哋全港市民嘅電力裝置嘅安裝、保養同埋維修工作咧，其實對於我哋整體香港嘅發展，我哋香港市民嘅安居樂業咧，係發揮非常非常之大嘅作用嘅。根據2014年香港能源最終用途數據嘅資料顯示咧，電力嘅消耗係佔咗我哋香港每年總能源消耗量超過一半，係達到54%嘅。所以點樣能夠好好咁利用我哋嘅電力能源呢？係香港喺節能環保方面嘅工作咧，非常之重要嘅一環。大家作為我哋電業界嘅一份子，可以從工序嘅策劃啦、工具嘅應用啦，以至安裝節能裝置等等咧，多啲花心思，令到我哋香港更加可以節能環保，更加可以可持續發展。我深信，只要我哋不斷努力，時刻保持高度嘅警覺，並且遵守工作守則嘅技術同埋安全規定，定必能為我哋電業界創造零意外嘅佳績，為市民大眾構建令到大家安心又環保嘅電力裝置。最後，我祝願各位朋友身心康泰，工作順利。多謝。大家好啊，我係機電工程署嘅吳顯陽工程師。咁今日會同大家講嘅議題呢，就係電力事故分析同埋電力工作常見問題嘅分享嘅。咁好似個題目咁講啦，我哋今日嘅內容會講啲電力事故啦，同埋我哋喺巡查嘅時候呢，睇到嘅電力工作常見嘅問題嘅。咁另外呢，我哋都會提大家點樣可以避免呢啲電力意外嘅發生嘅。
咁首先講講咧一啲涉及固定電力裝置嘅電力事故死亡數字咧，俾大家睇一睇做個參考。咁喺過去3年咧，其實都發生咗唔少嘅電力事故嘅。咁直至喺2014年咧，就已經發生咗即係有4單呢一啲咁嘅死亡事故。咁大家都留意到咧，括弧裏面嘅數字咧，其實就係發生喺一啲建築或者裝修工地入邊或者附近嘅事故嚟嘅。咁我哋咧就會抽翻一啲過去幾年發生嘅事故啦，咁就揾一啲值得同大家分享。咁希望即係提翻大家即係呢啲事故其實都可以好嚴重嘅，咁大家都要留意翻。首先第一個個案咧就係發生喺某一個住宅嘅單位浴室裏邊嘅。咁一名人士咧被發現喺淋浴期間咧倒卧喺浴缸裏邊。懷疑咧呢名人士咧因為觸電咧而致死嘅。咁大家可以睇睇畫面咧嘅右手邊咧就係一個浴室啦，裏邊有一個浴缸啦。咁左手邊一牆之隔咧，其實就係一個廚房嚟嘅。咁當時嘅事主咧，其實就係喺浴室裏邊，其實係沖涼嘅啫。咁突然間咧就發生一個觸電嘅意外，咁佢咧就不幸咁觸電就死亡嘅。咁究竟發生咗咩事咧？咁我哋就發覺咧，其實個浴缸咧就有一個等電位嘅接駁嘅。咁而呢一個等電位接駁咧，就連接住一個熔斷器嘅連接盒啦。咁而呢個連接盒咧，就其實係駁住隔離隔離房嘅廚房裏邊嘅一個廚房燈嘅電路嘅。咁當呢一個廚房燈冇開着嘅時候咧，其實係一切正常嘅，係冇問題嘅。淋浴嘅期間係冇事故發生。咁但係當呢盞燈着咗嘅時候咧，就有個電流咧，就經過咗呢個事主嘅身體，而發生觸電而電死咗嘅。咁我哋就將嗰個即係調查咧，就可能睇睇，咦會連接住嗰個等電位接駁係連接住個熔斷盒嘅連接盒喎。咁我哋就睇睇究竟嗰個連接盒係咪有啲咩問題啦。咁呢一幅相咧，其實就係嗰個熔斷器嘅連接喺個背面嚟嘅。咁喺白色箭嘴所指咧，其實就係接駁住上位啦，而藍色嘅就駁翻住回路嘅，而綠色嘅箭嘴就指住地嘅。咁我哋就發覺咧，原來嗰個等電位接駁咧就錯誤咁接咗咧去呢個上位度。大家可以見得到咧，其實咧係都個距離唔係太遠嘅，講緊嗰個接地同嗰個上位。所以我相信當時咧，其實安裝嘅時候咧就出咗呢個錯誤。所以咧就引致到嗰個浴缸大電而電死咗嗰個事主。好，第二個同大家分享嘅個案咧，就係發生喺某一個建築工地嘅。咁就係一名註冊嘅電工喺進行一項掣櫃嘅改裝工程嘅時間咧，就被發現倒卧咗喺地上面，懷疑咧嗰名電工咧因為觸電而致死嘅。咁呢個線路圖咧，其實就指得出咧，當時嗰位電工咧喺紫色個箭嘴嘅位置咧就做嘢嘅，佢就去做一啲即係接駁嘅工作啦，去駁呢啲線嘅，俾一啲抽氣線啊咁樣嘅嘢嘅。咁當時佢咧其實已經閂咗佢呢個上游位置嘅開關掣啦。咁但係呢一個掣嘅上游咧其實仲帶電嘅，因為當時係嗰度咧係冇閂到電嘅。咁嗰個電工咧就係接觸到呢個上游嘅位置嘅帶電部分咧而觸電死亡。咁我哋睇睇嗰個幅圖。咁呢個就掣櫃啦。咁當時咧嗰個電工咧就開咗個掣板去做嘢啦。佢即係伸咗個身入去咧，去睇可能睇啲位啊，點樣去拉嗰條線嘅問題。佢當時咧佢就伸咗去個身入去咧，又唔為意咧，其實個頭咧就掂到嗰個帶電嘅電巴，即係呢個啡藍同埋灰藍嗰度會見到呢一個位置。咁電流咧就通過佢身體，因而咧就電死咗佢嘅。第三個個案咧，想同大家分享咧，就係發生喺一個建築工地。咁一名註冊電工咧喺高位進行裝修嘅期間咧，被發現倒卧喺地上嘅，懷疑因為觸電咧由高處跌咗落嚟死亡。咁現場咧其實就
佢當時咧呢個電工咧就爬上去一啲高位咧去做一啲拉線嘅工作。咁大家都明白啦，可能喺上呢個梯去去擒一啲高位去做嘢嘅時候咧，就會借力嘅側邊啲嘢。咁佢咧就揾咗個金屬線，就去借力去掂住啦。另外咧就開始就去掹附近嘅線。咁但係佢就冇察覺到咧，附近咧其實係有一個未閂咗嘅斷路器嘅線路嚟嘅，係當時嘅線路係有電。而咁啱呢個線路咧係有破損，但係咧只係用膠布咧去包住破損嘅地方。咁佢唔為意嘅情況下接觸到咧，咁樣電流就通過佢嘅身體咧，因而電死，咁就跌咗落嚟啦。另一個想同大家分享嘅個案咧，就發生喺一個建築工地裏面。一個建築工人咧進行裝修嘅期間咧，就被發現倒卧咗喺地上，懷疑因為佢用緊嘅工具漏電啦，同埋佢嘅保護器件失效咧，而觸電死亡。咁當時咧呢個工人咧就係用一個電炮咧進行一啲即係石屎嘅工程啦。咁呢一個電炮咧其實就係由一個插頭攞電嘅。咁大家都明白啦，通常係用插蘇攞電嘅器具咧，都會有一個水氣掣咧就係保護嘅。咁我喺我哋呢個個案咧就係一個老鼠尾嘅水氣掣保護。但係大家發覺咧，嗰個水氣掣嘅線路接駁係出咗問題嘅，包括佢嘅回路係接駁錯誤啦，同埋佢個底咧其實係冇接到嘅。咁當嗰個電炮出現故障嘅時候咧，由於係冇咗呢個老水氣掣咧，失咗去呢個保護嘅作用，同埋佢嘅接駁錯誤咧嘅情況下咧，咁電流就通過佢嘅身體咧而電死咗嘅。好啦，另一個個案想同大家分享咧，就係發生喺某一個大廈嘅外牆嘅一個建築工人咧，被發現係倒卧喺一個鄰近建築地盤嘅燈箱側邊，懷疑咧因為接觸到電力器具嘅金屬外殼咧而觸電死亡。大家都睇到咧，畫面嘅左手邊咧，其實係一個燈箱啦嘅金屬外殼啦。咁當中咧就當然會有光管啦嚟做照明啦。咁係其實一個電路，但係大家留意到咧，佢嗰個地咧係冇接駁到嘅。咁當嗰個工人行過嘅時候，佢去摸佢嘅時候，而呢個光管咧發生咗故障，令到佢金屬外殼咧帶咗電。而佢另一隻手咧咁啱咧，亦都掂到一啲咧接咗地嘅金屬部件嘅。咁電流咧就因為咁樣通過佢身體咧而發生電力意外。跟住咧就會同大家講一啲我哋喺巡查期間咧睇到啲電力工作嘅常見問題嘅。譬如係一啲唔完整嘅電路咧接上咗電源啦，而呢啲電路咧係未有適當咁樣中接或者隔離嘅。我哋可以睇到畫面左手邊呢幅相咧，其實啲電路咧係已經有電嘅，但係咧只係揾一啲膠布咧咁樣包住就擺咗喺度。而另外一邊右邊咧，大家見到呢幅相咧，就係一啲破損咗嘅電線咧，只係用一啲膠布咧就去綁住佢啫，就好似我哋正話見到講嗰個事故嘅發生咧，就咁樣就好容易發生呢啲電力意外。當一啲唔知道呢個電路其實有電嘅時候，一掂埋佢咧就好容易電死。另一啲常見嘅問題咧，就係例如一啲電力裝置咧冇適當嘅機械性保護，譬如喺左邊呢幅相咧，大家見到咧一個電箱咧，其實佢又冇咗面冚嘅。令到啲帶電部分咧就容易外露咧，同埋冇佢嘅保護。另外喺右邊，大家見到呢幅相咧，就係只係一啲單膠線咧，令佢爭埋一齊嘅時候咧，就擺咗喺一個假天花上面，冇一啲過路箱啊保護翻佢。另外一個常見嘅問題咧，就係啲導體錯誤咁用啲錯誤嘅電線顏色代碼。例如左手面呢幅相咧，大家見到咧，佢用咗黑色線啦。又或者係喺右邊呢幅相，大家見到佢用咗紅白線啊，冇一個好清晰嘅標示咧，係話俾大家聽，而家用即係標示翻邊一個係上位，邊一個回路。咁講咗咁多啦，咁究竟我哋點樣可以避免呢啲電力意外嘅發生呢？咁首先電力工作咧，應該就係由適當級別嘅註冊電業工程人員咧去進行啦。咁而喺進行電力工作之前咧，就應該核對翻個工作範圍同埋有關嘅電路嘅。咁進行呢啲工作嘅時候咧，地點咧應該要有充足嘅照明嘅設備，同埋喺進行電力工作之前咧，應該要先檢查翻要用嘅工具同埋儀器嘅狀況，例如睇翻自己啲儀器有冇破損啦，或者啲儀器有冇電啦，去正確咁顯示翻當時究竟有電定係冇電嘅狀態嘅。
喺做電力工作之前咧，應該用儀器咧去測試翻工作環境嘅金屬部分有冇帶電，同時咧應該使用呢啲合適嘅個人保護裝備同埋工具嘅。咁為咗避免帶電工作咧，喺進行電力工作之前咧，應該將有關裝置嘅電源切斷咧、隔離同埋鎖上，同埋應該要測試有關裝置嘅金屬部分咧有冇帶電嘅。如果切斷電源可能會影響日常工作嘅話咧，註冊電業承辦商應該同業主或者管理公司去協商，盡量安排切斷有關裝置嘅電力供應，使工程咧喺冇帶電嘅情況之下進行嘅。如果真係需要帶電工作嘅話咧，例如進行某啲測試咧，事先之前咧應該做翻一個適當嘅風險評估。咁呢個都有個小貼士同大家即係分享啦。斷路器嘅開關方向咧，應該同配電箱嘅板面嘅開關方向相同嘅。以免咧就會有啲不必要嘅誤會，即係變咗咧。如果係本身裝埋一邊已經係譬如向右係開嘅話咧，就唔好突然間可能有一條咧就裝咗係左邊先係開嘅，咁樣好易令人誤會咧，就容易發生啲事故。咁最後再提提大家我哋嗰個口號啦，就係先停電，再確認後工作。要確認咗嗰個地方真係冇電啦，先至好再工作嘅。咁樣保障安全呢，就會為之最正確。多謝各位。各位晚安。首先多謝大會嘅邀請，同大家一齊分享下今日嘅題目：電氣行業與善用能源。咁今日討論嘅議題呢，就包括有下邊呢幾樣啦。第一就係世界嘅兩大難題：氣候變化同埋能源資源嘅減少。咁跟住亦都會講下建築物能源效益嘅條例啦。咁點解同埋點樣可以減少呢個損耗啦？咁亦都講下建築物嘅生命週期啦、能源審核啦，同埋呢個節能嘅方法嘅。能源對現代社會係十分重要嘅，能源亦都係我哋經濟活動唔可以缺少嘅。香港嘅面積大概1100平方公里，咁我哋需要大量嘅能源嚟運作，喺各式嘅高樓大廈中創造出舒適嘅生活室內環境。此外，我哋亦都需要能源，譬如我哋嘅基礎設施得以運作啦。譬如話可以供水啦、排水啦，同埋道路系統。咁當然啦，鐵路、電車、汽車咧，亦都交通工具咧，亦都係需要能源嘅。咁然後我哋至走得喐嘅。咁喺我哋日常生活，同我哋起身煮早餐、搭 lift、坐地鐵，每日咧其實我哋係用咗唔少嘅能源嘅資源嘅。咁大家都知道，世界上而家地球上嘅兩大難題就係氣候變化啦，同埋即係氣球溫度嘅上升。咁我哋必須減少二氧化碳嘅排放啦。咁另外就係能源資源不斷係減少，所以我哋要持續發展呢，我哋必須要珍惜能源，並且為我哋下一代共構一個安穩嘅世界嘅。太陽嘅能量係影響咗地球氣候嘅轉變，並且導致地球表面溫度上升。喺大氣層嘅溫室氣體，尤其係二氧化碳呢，就好似溫室入邊嘅玻璃板一樣呢，限制咗部分嘅能源呢係由地球向太空散失，咁從而導致咧全球氣候暖化嘅問題。咁由1906年到2005年之間呢，地球表面嘅溫度咧都升咗0.9度㗎啦。喺二氧化碳嘅排放方面呢，咁溫室氣體持續排放呢個二氧化碳啦。喺1970年到2004年之間呢，溫室氣體嘅排放咧就增加咗70%嘅。咁而若果我哋喺1976年到2011年去計呢，溫室氣體嘅排放咧係增加咗1倍嘅。咁呢個氣候嘅變化咧係已經出現咗不平常嘅一啲乾旱啦，唔應該熱嘅地方佢就熱啦。咁另外亦都有泛濫啦、融冰啦，咁呢啲咁嘅現象嘅。咁如果繼續落去嘅時候咧，
一個好似呢個咁美麗嘅馬爾代夫呢，就將會陸沉消失㗎啦。咁就算譬如話喺耕地方面，譬如孟加拉嘅肥沃嘅草地呢，亦都無法耕作㗎啦。咁呢個咁樣嘅氣候變化呢，係會令到世界上呢係有唔少於2億嘅氣候難民嘅。咁當然煤、石油同埋天然氣係滿足人類能源需要嘅3種基本嘅化石能源。咁同呢個家用電器啊、做汽車運輸啊，都離唔開呢3種嘅能源。咁我哋預測到2050全球人口將會達到91億嘅時候呢，係能源嘅需求呢係會更加急劇上升，咁更加帶來呢個化石能源短缺嘅危機嘅。喺1996年，聯合國喺伊斯坦堡嘅第4章嘅宣言入邊呢，已經提到我哋要將生態居住嘅觀念呢係要提升嘅。咁同時要減少破壞生態嘅足跡啦，提高人類生態嘅潛能，修補同埋恢復同埋支援唔同嘅變化嘅。咁其實人類喺城市人口不斷嘅增加入邊呢，能源建築物咧嘅比例咧亦都係需要不斷咁上升。工程師同埋呢個建築師咧喺建築上咧亦都引入咗環保嘅措施，譬如生態嘅節能嘅建築啦、綠色建築啦、可持續建築啊等等。但係真正要善用能源呢，其實係需要我哋大家身體力行嘅。咁就喺香港過去用電嗰30年嘅圖表入邊呢，商業同埋住宅用電呢係佔一個大嘅比例嘅，而喺建築物耗電嘅量呢，亦都係佔咗總耗電量嘅90%嘅。咁政府喺2012年9月21號呢，其實已經實施咗一個法例呢，就係訂定咗建築物能源效益嘅條例。咁喺條例之下呢，屋宇裝備裝置呢亦都要符合2012年嘅能源效益守則同埋能源審核嘅。咁根據2001年嘅能源嘅審核嘅守則嚟進行嘅，並且亦都係有相關嘅守則嘅技術指引嘅。咁其實亦都喺法例執行到而家呢，亦都係有公司呢係因為係冇做到呢個能源審核嘅時候呢，而係受到檢控嘅。嗱，喺指引入邊呢，係包括有照明嘅裝置啦、空調嘅裝置啦、電力嘅裝置啦、升降機啦同埋自動電梯嘅裝置。咁作為一個電業嘅從業員呢，我哋係對能源嘅使用呢已經係比一般嘅市民係知道好多。咁所以我哋更加係需要以身作則，將節能同埋善用能源嘅信息呢係推廣出去嘅。咁其實喺整個嘅守則同埋技術指引入邊呢，係針對住我哋點樣去減少呢個損耗嘅。喺電力上，大家都知道呢個損耗呢就等於電流嘅平方乘呢個電阻。咁要減少損耗呢，就一定要減少呢個電阻值嘅。喺電力裝置入邊，譬如配電嘅損耗啦、電動機嘅效率啦、電力嘅質素啦，嗱呢個係包括咗諧波嘅失真率啦、總功率嘅因素啦，同埋各單相負荷嘅平均分佈嘅。咁呢啲都係我哋值得要注意嘅地方。咁可以做好呢啲呢，就係可以減少咗電力嘅損耗嘅。咁而家呢，或者我都要用人機物法呢幾方面呢，睇一睇點樣可以去減少呢個損耗嘅。嗱，喺工程方面呢，通常我哋都喺進度啊、慳錢啊、安全啊等比較啲地方係着重啲。環保呢，通常都擺咗喺比較後嘅位置。咁所以如果我哋將節能賦予呢個節能嘅慳錢呢，同埋喺金錢上我哋係可以有個得益嘅時候呢，咁呢個喺推動嗰方面呢，係一定會有幫助嘅。嗱，喺方法方面，
我哋要有好嘅程序，有好嘅計劃，一次就做啱，咁可以減少咗重做啦。喺工序方面，盡量配合吊機同埋工作先後嘅次序，使到流程咧係暢順，並且要減少不必要嘅重複，以節省能源。咁工作最好就喺日間嘅時間進行啦，充分利用日光嘅照明啦，以慳翻啲燈光所需嘅能源啦。咁如果有創新嘅方法，無論喺僱主或者顧客方面咧，我覺得都會係相當歡迎嘅。喺物料方面啦，咁好多時我哋電線物料咧都會多訂一啲，以便有時喺工程上咧係有啲改動嘅時候咧都可以如期完工嘅。咁但係工程完咗之後咧，其實呢啲多餘咗嘅線咧係可以賣去一啲二手嘅平台咧，咁可以再重用嘅。咁當然物料最好就喺香港或者香港附近嘅地方嚟選購啦，咁可以減少咗運輸，咁從而亦都可以減少碳排放嘅。喺機器方面咧，譬如我哋選擇嘅工具啊，同埋電器用品上邊咧，都要係有好多節能嘅機器啦，同埋亦都可能會係比較貴，但係咧可能我喺節能嘅能源嗰度嘅時候咧，我哋可以做翻好啲嚟慳翻啲錢啦。喺機器上邊咧，最好有啲感應或者有啲定時嘅裝置，喺冇人運作嘅時候咧，可以將機器關掉。咁有機會嘅時候咧，我哋都可以用太陽板啦，可以提供燈光嘅使用啦，亦都可以有譬如話太陽能嘅電筒啦等等。喺人為方面，人嘅行為咧係好多時都跟風嘅。如果我哋能夠喺工作上善用能源嘅文化，可以相互支持，使到善用能源咧能夠持續永久。咁我哋推行呢個能源節用咧，其實可以去到我哋嘅親友同埋親戚朋友啦，咁可以當係日行一善，使到善用能源嘅人人咧都可以知曉嘅。好啦，咁我哋或者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嚟去睇一睇建築物嘅生命週期。咁全生命週期咧係指譬如由開採啦、提煉啦、製造啦、運輸啦、分發啦、使用啦或者再用啦、維護、回收同埋棄置等呢個整個嘅流程。咁喺推廣建築物生命週期咧，其實能源分析咧係有助我哋去睇清楚喺個建築設計啊、材料選擇啊同埋施工方面嘅方法，咁可以減輕咗建築物對全球地區甚至室內環境嘅影響，咁同埋減少建築物嘅廢料咧，同埋亦都係有啲遷拆嘅廢物嘅。咁呢個咧係全生命週期我哋要注意嘅地方嚟嘅。咁其實全生命週期咧可以分開3個階段嘅。咁第一個階段嘅時候咧係注意到原材料嘅處理啦、生產啦同埋運輸。喺第二階段咧，我哋要注意建築物嘅安裝系統同埋佢嘅運作嘅。咁生命週期嘅第3階段咧係要注意拆卸、重用、再用或者一啲能源嘅回收等等嘅。咁呢個全生命週期咧係喺機電工程署咧，亦都係推出咗一個能源嘅分析工具嘅。咁呢個工具咧係一個電腦嘅程式，咁亦都可以預測到喺呢個建築物嘅生命週期嘅環境同埋成本嘅影響，咁使到建築物嘅設計咧更可以符合可持續發展嘅要求嘅。咁生命週期嘅分析咧係包括譬如嚟講生命週期對環境嘅影響啦，使用能源同埋產生嘅固體廢物係點樣啦，咁週期嘅成本同埋能源嘅消耗啦，咁亦都有反映有關建築物對環境同埋財務嘅表現嘅。咁另外喺不同組成嘅部分嘅生命週期嘅影響，咁呢個包括譬如成本啊、能源嘅使用啊，同埋產生固體廢物嘅統計等等。咁呢一個咧係一個全生命週期分析嘅工具咧，亦都應該係對能源咧嘅節能方面咧係都有幫助嘅。咁其次就係呢個能源嘅審核啦。咁我哋要知唔知道自己係咪可以善用能源呢？咁我哋就需要進行呢個能源嘅審核。
咁能源審核咧係對建築物使用嘅情況咧作出定期嘅檢查嘅。咁最主要係提高呢個能源使用嘅效率。咁節能審核喺呢個方面咧，其實係對能源嘅消耗設備咧係進行審查、檢查各個系統使用能源嘅情形。咁另外亦都可以找出呢個節能嘅方法嘅。嗱，咁呢個程序咧就包括譬如喺審核前咧係做啲資料嘅搜集啦，同埋數據嘅量度啦，咁啊跟住分析同埋評估啦，咁你亦都要揾出呢個能源管理嘅機會啦，咁將呢個評估節能嘅潛力啦，咁跟住仲有啲節能嘅措施。咁能源審核咧一個非常有效嘅能源管理工具嚟嘅。咁透過呢個能源審核咧，喺建議中嘅改善方法咧，係達到能源效益嘅提升啦。咁亦都可以節省能源嘅目標嘅。咁可以減少能源嘅消耗啦，亦都可以延長設備使用嘅壽命啦。咁最終亦都係可以慳到錢嘅。咁通過能源嘅審核同埋落實能源嘅管理嘅機會咧，譬如話一座商業嘅建築物咧，大概都可以慳到10% 嘅能源嘅。咁喺進行呢個能源審核嘅同時咧，亦都可以進行碳審計嘅。碳審計咧，亦都係碳足跡啦。咁係衡量同埋記錄一個機構或者一座建築物喺特定嘅範圍之內對溫室氣體排放計算嘅方法嚟嘅。作為一個電工，咁其實咧，我哋可以做到嘅咧，就係點樣去推廣呢個節能。咁大家都知道，我而家跟住講嘅嗰啲，譬如話照明啊、冷氣機啊、雪櫃啊等等咧，但係亦都有好多慳電嘅方法。咁呢度我係好簡單咁講一講啦。譬如話喺呢個照明方面，慳電膽係比一般鎢絲燈咧係慳電75%嘅。咁壽命咧亦都係長咗係6到8倍以上嘅。咁譬如一個4人嘅家庭咧，若果你用慳電膽取代鎢絲膽咧，係每年可以慳翻440蚊嘅電費嘅。咁當然啦，我哋亦都要保持咗燈泡同埋燈具嘅清潔咧，以提高照明嘅效率。冷氣機方面咧，一台一匹嘅第一級能源標籤嘅冷氣機咧，同埋第5級嘅比較咧，每年係可以慳翻480蚊嘅電費嘅。咁當然啦，定期清洗冷氣機嘅隔塵網啊，考慮將窗口式嘅冷氣機同埋風扇結合嚟使用啦，咁使到風嘅分佈咧更加係平均同埋有效啦。雪櫃方面啦，譬如我哋選擇一啲高效能嘅雪櫃，選用第1級能源標籤嘅雪櫃咧，係每年可以慳翻380蚊嘅電費嘅。咁當然啦，雪櫃同埋牆壁間嘅應該要保持足夠嘅空間咧，使到空氣循環咧，同埋唔會導致積聚一啲熱能咧，就增加咗呢個雪櫃嘅能源嘅。洗衣機方面啦，1級能源嘅標籤同埋譬如話係洗衣量係5公斤嘅咧，同埋喺水中嘅桶式同埋呢個第5級嘅比較咧，係每年可以慳翻170蚊嘅電費嘅。咁當然洗衣過程咧，盡量係減少呢個用熱水嚟去洗啦。咁用冷水洗不過更加可以節能，亦都唔會損害呢個衣物啦。電磁爐方面啦，咁電磁爐咧其實係比以呢個電磁感應嚟產生熱嘅。咁相比嘅功率咧，亦都係比電熱板更加快熱啦，縮短所需嘅煮食時間嘅。咁喺熱能嘅轉換過程嘅時候咧，電磁爐係比一般嘅電熱板咧係可以更加有效嘅。咁呢個電磁爐嘅能源效益咧係會更加高嘅。咁翻去氣候變化，咁氣候變暖，生態係改變嘅，自然生物固然改變咧。咁我哋人類又點樣呢？咁地球上一個大嘅問題就係氣候變化啦。咁假如若果我哋2013年嘅時候咧，全球嘅呢個
氣候變化嘅難民呢已經有512萬㗎啦。咁假如將來如果我哋唔處理呢啲氣候變化呢，咁到時我哋有2億嘅難民、氣候難民嘅時候，我哋又點處理呢？咁喺資源方面啦，咁喺日益資源減少嘅時候呢，其實能源價格呢係會上升嘅。咁作為人類，我哋又可以做啲咩呢？咁作為從業員，我哋又點樣去挽救呢個地球呢？作為一個電氣行業嘅從業員，咁通常我哋都俾人教點樣去做嘢啦，點樣去建造啦。但係我哋更加需要知道嘅就係喺一個生態文明嘅生活入邊呢，我哋點樣去使用呢？大家都有無線電話啦，無線電話嘅製造商不斷推出唔同嘅新款同埋功能嘅手機，但係生產商呢係冇講俾我哋聽，你要幾多時間，你然後就可以換咗新嘅手機。咁同樣道理，作為一個能源嘅使用者呢，我哋必須要自己找出節能之路，同埋加以推廣嘅。咁今日同大家分享嘅結論有：第一，地球上有2大難題，氣候變化同埋資源日益減少，能源資源日益減少。咁呢部分呢，我哋係需要善用能源嘅。喺建築物嘅耗電量差唔多係佔咗90%嘅時候呢，咁所以特別喺個建築物能源效益呢，我哋係需要減少能源嘅損耗嘅。咁作為一個電業從業員呢，我哋應該喺人機物法呢幾方面呢，係減少能源嘅損耗嘅。咁我哋都要喺唔同嘅建築物生命週期入邊呢，係去做一啲減少能源嘅損耗嘅。咁同呢個能源嘅審核同埋碳審計入邊呢，我哋去不斷去提升善用能源嘅。咁當然啦，最後喺電器用品入邊呢，節約能源嘅方法呢，我亦都要推廣去俾我哋嘅親戚朋友啦。咁為咗下一代嘅時候呢，節能應該隨時都要去做啦。咁啊，希望大家善用能源，日日行善。咁今日希望與大家分享嘅呢，就係到呢度為止啦。咁亦都希望大家善用能源，日日行善。多謝各位。